第4个用法，也是我觉得最棒的用法，就是把 Gemini 3变成 AI 短视频的神器。我们做 AI 影片最困难的地方，就是要拿到一个优质的提示词。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提示词，我们就可以生成出一条好的影片。那现在我就可以让 Gemini 3帮我去看其他人的爆款影片，他看完了影片之后，就可以分析出这一条影片的故事脚本、人物角色、影片上面的色彩或者是光学，还有空间布局等等不同的元素，它全部都可以一帧一帧的帮我们去分析起来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可以还原出这一条影片的提示词了。利用这个提示词可以做到跟原片差不多有90%的相似。那么说到这，聪明的你就知道挣钱的机会来了。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个方法，一直还原这些爆款的影片，利用这些爆款影片的热度，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 YouTube 频道。为了方便使用，我还把使用过程用 M by N 弄了一个自动化的工作流出来。现在整个使用过程非常简单。